自2025年10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亲像大樟树共款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31章第1节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1章。第11年3月初1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甲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，你的强盛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看，亚述捌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，枝叶青翠，树林茂盛，树丛悬大，树尾拄天。碧香树有水润泽，地下水源互伊悬大。伊栽种的所在四周围有江河，支流灌压田野所有的树木，所以伊比其他的树木较大丛，因为水源充足。伊的树花长，阁多，叶茂盛。空中的飞鸟伫树花作秀，地上的走兽伫树苑下生产。列国的人民拢伫伊的荫园下徛起。遮尔大丛阁水的树，树悬树尾长，叶茂盛，树根顶侵入地下的水源。上帝园中的碧香树袂比伊较悬，松树的树枝袂比伊较长。枫树的树花袂当甲伊比。上帝园中的树无一丛亲像伊遐水。我予伊的枝叶茂盛，生做真水。上帝的园，伊甸所有的树拢欣羡伊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即丛树因为悬大，树尾悬甲拄天，煞自觉骄傲。我就甲伊交予列国中上强大的统治者。这个统治者要照伊的邪恶甲伊报应。我已经甲伊气杀。凶恶的外国人甲伊斩断肋骨，伊的枝叶落伫山顶甲山谷中，树枝枝气落伫河边。树苑的列国的人民拢离开。空中的飞鸟要歇伫倒落去的树窟，田野的走兽要倒伫落落去的树枝。以后栽种伫水边的树，无阁通因为大丛悬甲拄天，自觉骄傲。遐个树拢要孤单，亲像骄傲的世间人死去，甲死人做伙落去阴间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迄丛大樟树落去阴间的时，我要砍深渊，炸断江河，互水流停止来表示哀伤。我要互黑暗遮砍黎巴嫩山，互树林内的树木拢孤单。我甲伊歇落阴间，互伊甲落深渊的死人做伙的时，伊摔落去的声摇动列国。伊甸园的树以及黎巴嫩水源充足，上好上水的树木拢要伫阴间得到安慰。遮个树拢要甲迄丛大樟树落去阴间，甲互倒刣死的人做伙。所有住伫迄丛树荫园下的人，拢要受放逐去列国。你的阳光甲悬大伊甸园内面的树木，有倒一丛会当甲你比？毋过
你要甲伊甸园内面的树木相款，互人迄落阴间，甲遐个无受割礼以及互倒刣死的人做伙。这是据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的，至悬的上主安尼宣告。亲像大樟树共款，过去捌有一个牛奶粉的广告，宣传囡仔逐日若啉因出产的牛奶粉，就会大甲亲像大樟树共款。近年来，台湾的政治活动中，也有人伫鼓吹小草爱大甲变成做大树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，伫先知以西结的异象中，上帝用黎巴嫩的片杨树譬如埃及，指出伊悬大青翠，奇好茂盛，逐国拢欣羡，总是骄傲导致败亡。即丛片杨树落尾受错掉，搁互野兽吞踏。咱通想象，树仔中若有一丛悬大拄云的大树，往往引来崇敬，人甚至以为其中有神灵，就称伊做神木。实际上，悬大的树木通常有浓密的树冠，往往会遮蔽日光照射到地面，影响下架的植物生长。另外，悬大的树搁较容易着雷，引发森林大火。当大树倒落来，反转互日光有机会照入树篮中，造福搁较侪的生物。1993年，台湾通过一连串用工法案，其中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上重要。该法案伫6月15日制定，7月初2生效，并以监察院公布首批公职人员的财产。透过公职人员每年申报一次，通帮助人民监督公职人员是毋是漏报财产，或者是有不明财产增加的情况，以杜绝贪污滥权，确保政府的清廉透明。当搬紧错节的大树倒落去，日光才会当无受阻碍照满土地，照亮长久受遮蔽的阴暗角落。埃及捌是列国中间的巨木，受万民敬仰，总是权势甲荣耀，互伊袂记得谦卑，最后行往衰败。上帝也吩咐以西结用这提醒埃及王，伫拥有能力甲影响力的时，搁较需要谨慎家己的态度，切莫因为优越感远离正道。人若看家己目头悬，必定遭受轻覆。这是历史的循环，也是上帝的法则。当巨木倒塌，捌受遮蔽的土地，才通得以重见天日，孕育新的生命。这象征旧势力的瓦解，互新特殊得以受建立。无论伫社会、家庭，还是个人的生命中，只有不公，也是压制、终止、更新甲希望，才会当进入，带来复兴甲改变。这段经文互咱明白，就算环境一时充满阴影，上帝还掌管历史，
将必带来公义甲光明。拄亲像埃及，虽然捌强盛，但是最终亲像古木倒下，成做历史的尘埃。这毋干那提醒埃及王，也提醒咱，世界上的地位、权力甲财富，这个拢是短暂的，只有倚靠上帝，才当踮永恒的国度中找到真正稳固基础。人若只有仰赖世俗的成功，将必惊往消逝；若建立性命伫上帝的真理顶面，就当立于不败之地。默想，以西结书31章以生动的譬喻，说明骄傲必败的道理，提醒人骄傲的危险、光明的必要，以及世间权势的短暂。这互我安怎谨慎伫家己的性命选择的？以西结书31章以生动的譬喻，说明骄傲必败的道理，提醒人骄傲的危险、光明的必要，以及世间权势的短暂。这互我安怎谨慎伫家己的性命选择的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上帝，求你互我保持谦卑，无因为骄傲远离你的道路。愿你的光照亮我心中的黑暗，互我会当行伫正直公义的道路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